台北罗斯福路基隆路口甲圆环拆掉，改做正交路口。好，连假结束，今仔日是第一个上班日，上班时间回报讲车开始塞，开始倒直，甚至是塞到桥顶。市长蒋万安表示讲会请市府团队来改善。现场的回报车辆数量又大幅的增加，而且有几个方向是塞车的状况。交通、公务、警察局等相关局处要尽速的因应并且改善，同时也要通知我们的图资做更新。路不熟撞到。对啊，路不熟。对啊，不熟就刚刚看不懂了。不小心撞到吗？对，就是谁撞谁？我撞到他。现场阁有徛倒摆的，因为无熟悉路，号志看无来下着车。市府表示讲有收到民众针对路况所提出来建议，市府会请相关局处来调整标线号志，才会实施。